屏东县为旧年开始推设交通安全宣导计划，安排路老师甲老大人教交通规则，建立正确的观念。屏东县有统计开始宣导了后，和旧年同期比起来，侪伙人交通死亡指数有减4成左右。全世界即马拢爱去机车爱礼让行人，知无？老师做交通案例分享甲宣导，长辈时代大家听甲真认真，想到问题阁会举手问。穿黄色夹仔的，就是交通部对2024年所推出的路老师。因为屏东长辈侪，阁定定骑车出门，交通风险较悬。这路老师因为看到逐年的交通事故袂少，就决定家己去报名参加训练。不太了解交通规则，所以造成很多交通事故。那刚好有这个机缘，有陆老师这个课程，我们就来上，把我们所看到、所了解的，把这些交通的规则也好、法规也好，还有一些案例来分享给这些长者，让他们晓得出去行要怎么样才安全。屏东目前有42位路老师，是全国上济，因会到社区宣导，教阿公阿嬷安怎安全过车路，爱穿较显目的衫。县政府统计，今年长辈交通死亡比旧年有减少11个人，降4成。来上课的时代拢讲，经由罗老师的复习甲提醒，因有更较认捌新的交通规则。上课了后，对骑车更有信心，对一搭爱转，对一搭袂使骑，家己拢会提醒。老师咧教我拢会甲记牢咧。即摆的线路话拢总甲以前的无共啊，嘿。即马啦，因为袂当左转啊，啥物货拢袂当啊，拢所以爱遵守即个交接较好啊。罗老师毋若是宣导交通规矩，嘛会教一寡骑车的美角，时代会晓这个观念，出门就较安心。屏东县政府表示，今年下半年阁会规划大约100场的宣导活动，希望透过罗老师的分享，会使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